你有冇試過明明練習咗好多次，但一到正式比賽或者仲要演講，個腦就開始不斷出現啲聲，搞到你表現失準。例如會聽到唔好緊張啊，隻手要抬高啲，死啦，頭先嗰下做得好差喎。結果你越想做好，表現就越差。呢個就係 W. Timothy Gary 喺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入面講嘅內心遊戲。其實我哋每個人腦入面都有兩個自我，其中一個係 Self 一，佢係你嘅意識心靈，呢個批判者，中意下指令、評分、擔心未來、後悔過去。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，成日覺得你做得唔夠好。另一個係 Self 二，佢係你嘅潛意識同身體本能，佢擁有驚人嘅學習能力，好似細路仔學行路咁，唔需要指令，只需要觀察同嘗試。佢先係真正負責做嗰個。你已經初步了解咗 Self 一同 Self 二嘅運作，但係點樣真正令 Self 一收聲，將主導權交翻俾 Self 二呢？喺我本完整版入面，你會學到具體嘅實踐方法，點樣做不評判的觀察，點樣透過視覺化引導 Self 二小伙子嘅5個身心合一啟發，點樣將呢套法則應用喺職場、生活同壓力管理，進入心流狀態嘅關鍵，點樣達到放鬆的專注。想解鎖所有內容，活出一個更輕盈、更流暢嘅人生，立即加入小伙子嘅 Newsletter 會員，每日只需$6就可以獲取身心合一嘅完整版電子書同埋其他所有會員專屬內容。點擊這裡立即加入會員，期待喺完整版入面見到你。小伙子敬上。